我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流去跳起，天天加油唔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，上帝的几行茶最暖万言，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铁掌人讲些高涨海的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 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边的路路，用下短短枪弹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一群小学生闲闲听念书，铁站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天台。 嘿，我爱去对人生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世界色亮满心，传天不差点你分用爱心事，告诉娘母子，用最自然的梦想。 係唔係朋友？係啊，唔看呀？啱啱嗰半偏激咧。誒，阿蘭兒，阿蘭兒，冇啦，小樂，你很愛來，係要捱。來呀，做乜嘅？阿姨，你看做得做了。小樂，哦。阿姨，唔係愛啦，係阿姨聽數愛錢的啦。阿文亮啊，唔係侵擾宅男們騷擾小樂。係啊？哦，愛弟咧，我愛同 Peter 老小樂聽書，叫見到之後係冇問題。哎呦，我唔係唱唔到嚟演假，用呀！用力啊！愛弟咧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走到來，坐。我係問你的，唔中意嘅細妹有男朋友，唔喊會登記嘛？哼，講嘢咩唔會啊？小樂，唔關結叫，愛都會等，錯嗎？歹勢啦，愛係講吼，騙人啊，一定唔會等啊。就係啊，姑嫂，今後有人嫁做小樂嘅男朋友，宅男就會死心了嘛。我唔係很唔搶民風老鳳儀過來。來，做出產上好嘞啦，愛幫小樂吼先交男朋友啦，搶文兵伊啥物做唔得啦，姑嫂吼，我就請 Peter 叫下來啦。小樂，你先罵啥？唔亮啥？起好。好。哎呀，默默啊，亞哥啦，姐。小樂，唔怕啦，來，你先看文邊的數字框框的好嘞。哦，加油哦！魔法出了。人家幫老大嬸嬸試坤坤啦啦。來，老太先生，向阿姨姥姥啊。你先把头套戴起來。總唔得啦，俺用拼音就唔會啲佢係我的男朋友的啊。哇，那真給魔法出啦！俺唱這個時間，聽什麼同學牽述一篇手聽聽啊。小樂，我有辦法嘞，嗱，莫拿嘅動作死來嘅，來。小樂。你好
A 计划行不通，俺这个 B 计划。慧宇，大家莫搁较抢哦。好啊。哦。系莫，睇眼都出嚟。做得。眼搬起来吼，嘛迄栋烟道啊，人人都会摸清眼。搬起来，唠叨是小弟弟，没有杀伤力。我想讲，身为人都唔是小有去搞问题，唉。你係正經唔是少啦，我係菜過好麼？男人愛交男朋友，我仲點解到底做個障係冇咧？亮啥？張幾多細聽，上岸多。错啊，像爱嘛会到有件事情受过。小倩，什么天数爱啦？唔是學戲咯。你睇冲死妹咧，我靠粗相。哦。安用咧。安尼吼，睇冲老阿婆咧。哎呀，用得實咯。嘿，唔愛講法咧。哈？安太教要叫是幾個阿叫麼？啊？會不會像啞巴啦？哦。唔怕，小倩，小倩，你要做动作啊，像男生一点点哈。男电机，抓过来嘞，嘿，就安用啦，那些宅男啊，一定不会木当当，亲密、素、呀哈。小乐呢就很害羞的那样走到你旁边啊，然后你们两个就手牵手一起离开。哇，这招宅男看到一定会细洗呢。其他你们会天数，后边啊，来，好，我要小帮点。好，来，快点啊！哦，好，哎呀，来，1、2、3。上次你帮小乐一点，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要去哪里？哦，他说他要去约会。我啦，听说小乐她有男朋友啦！哎呀，你都听到了那他们到积累啦？瑞英，你看文炳都这么难过了，你就把实话告诉他，至少已经1累了。等一下，我今天有事情要出门，不能给大家拍照了，对不起。对，他有事，你们看。你来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
叔妹制服照新出炉的香片哈，要买要快哈，预购从速。小乐爸爸吗？哎，对呀，对对。请你退钱给我们好不好？啊，干嘛退钱？她有男朋友了耶！她今天多少钱？男朋友了，退钱，退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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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介，不过爱行的正经动钱。小乐，这给我啊，给我。应该我冇人看到啦，冇事的，冇事的。小乐，我们成功了！哦，咱多啥？跟你民主老小乐天数，做马枪做亏心使用的呀。哦，你第一摆家族谁来呢？还要假接吻，好心虚哦。害死啦，小倩，我唔试过男朋友，真麻烦。哈？小乐，冇交过男朋友啊？哦。上个案假，冇交男朋友，太大爽嘞。系啊，像爱好几年都是用卡卡丢优识来朋友。唉，小乐，你都不会想要交男朋友吗？我有几部的书，还有俺多的好朋友，我知道爱人就来啦。我做乜咩要嫁人啊？我知道2、3年会同好啊。嗰2、3年要上愛啊，叫我成班咪以後啊。如果冇交過男朋友，又會如何一番？我就唔知啊，當多年結天強下咧，又結天過年韓國年嘅韓怪呢。唉，怕想怕，我也要離婚，怎麼按樣想嘅？我頭擺後生嘅時節，咪老唔重要。嗰時因為啊，我男朋友偷偷要去搞披薩。唉，講當講啊，係咩唔對樣人講真嗬？總講。有搞過總比冇搞過較贏啊！就算我一個人買嘅，我也沒法用來去講誒。對對對，因為愛情啊是人生中珍貴的經驗，我都聽你講幾百次了。我講嘅話人都會聽啊，親有理哦。還是講有1年做唔得強下咧，唔有咩艱苦咩？會啊，不過啊，我咩會感謝，總講我有經過了趟啊，係冇？小樂，唔是驚，跌到樣樣嘅，把空起來繼續行，我相信自己會幸福嘅，對冇？什麼啊，蘭姨？唔該發，我要好好上課啦。愛寶貝，愛寶貝。甜心猪叔妹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你要得讲，要展览还没懂戏种啊。好吃惊哦！我的点阅率从几万人降到几十人，你就讲哎。哦，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闷哦。哪有啊？唔係小倩天數愛，我就唔對電到那句漳州的好過年。小倩，什麼啦？小樂，動個動豆白嘞呢，唔是客氣啦。小樂。我同阿羅來看，迄愛同小倩戴假帽，佢將看起來安唱先來呢。咦，什麼啦？不過講正經呢，小倩做細漢演上夫行正經都好看呢。我係知道哦，阿珍說到小樂做的那造型好好看呢。麻辣小護士，不過好深啊！麻辣小護士啊！出來啦！來，乜嘢睇萬頭前，見人唔敢進屋嘅嗬？哎，我哪有唔敢轉啊？我只想哦，留給兩個妹啊，保持距離，人情一下，我用感情我較好啦。佢條小樂嘅產品呢？就北上買本歐文餅啊。哪個呀？北上。不便宜啊。貴啊！我名用嘅很買啊。
嘅文炳啊，是讲期末老小乐的东西乱得，安尼就想糟蹋小乐穷养啦。伊迄眼摸咧，奶奶会乱得吧？我前面送无太高。送，爱看哦，迄买的。讲到创啊无人信用诶，迄个宅男来做人家，迄个身体没变得同好啊。我讲小乐变同风，我当然强诶啊，这是做功德，老太家见识，对吗？嘿呐，好，呐，考验某嘢都要发财，安尼就像天书记，孝顺啦，冲啊！莫怪爱啊，问堂哥按乌龙刮起的哦。我喺讲真件的呢，我准备老小乐啊，开个副片，赚到钱哈，去海应用，也都唔抵啦，哎呦，迄油麦啊，迄啥都食，你讲人家都唔，唔讲呢，一成日讲唔出，所以呢阿爸阿婆也都唔抵个心情啊，免啦，我意思喺讲啊，迄有姜生年的呢。就唔伫个无姜的嗰種啊，嗰種附近啊，姜哥的就難聽話講嘛，講清橋咩？老板娘，嘿，有卖可乐。哎呦，你等一下哈，来，20块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哎，我还唔去买天使买都给忙呀。个车都快撇啊，我去10號就是得去啊。佢文炳喺茶行出到順條航天，肯定比漲出好誒，做嘛先佢漲？睇我做咗係唔去買，命都見忙去。冇嗌你媽去啊！看下叫，凍結啦！唔講呀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請問你還要買什麼嗎？請問有發票嗎？哦，我們這裡是小吃店啦，不用開統一發票啦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不要買了。你不用買了。妙啊，先生，我剛才有聽到哦，這個可樂可是老闆娘昨天才進的貨，一打開來就會很多泡泡呢。你不買啊，可惜哦，對不對？我們的東西都有品質保證的，只差沒有統一發票啦。黑里，啊，發票有問題，聽聽啦。哦，原來係咁啊，這樣沒關係，幾買買，我買。好喝，不買是你損失啊。不好意思，其實阿元如果沒有買那瓶，我也是會退你錢的啦。我知道了，老板娘，我也不想要為難你啊。只是縣政府現在正在辦抽獎，要有發票才可以換抽獎券。哦，是這樣子哦。哦，好了，不好意思，謝謝哈，不然下次再來啦。好，謝謝。阿蘭子呀。哦，人家講快過嘞，做唔得退20。發票。看一下。 20吧。我記得有帶錢，唔帶呢，我都當算啦。100出了，6300啦，還不會賒了。唉。文炳哥，好你忙啊，我都冇時間咧，聽人算啊。好嚟啦，喂，我點問題啲呢 V 咧？你可以查一下，飛輪有問題啦，萬一咋就好咧。哦，那你2萬萬啊？理論上係按容易冇錯啦。哦，你夾辦啊，個錢吼我阿妹個本錢。中。
连晚都要收钱哦。嘿，迄爱无付啦。无付啊，是唔得啦！我拿去摕暗转路卡吼，我会被扣零用钱呢。啊，那不然我先跟你租一台。嘿嘿，我老人讲啊，文变国根本你生意以后呢，我去查呀，全都租出去的啦。唔会哦，好啊，我帮你预定一下啊。哎呦，我连晚都爱哎，好预约哦。文变哥，来你爱天麻黑么？好，真的这样来么？安家猪。我没要紧，不是，谁你爱小强呢？小强，小强，那位，马开那边啊？蟑螂啊！你不是说有小强吗？哎呀，小强迄行去命啦。暗吐。你唔知哦，唔知曼影黑兰斯阿姆斯壮无？唔知啊。伊呀，黑7次环法大赛的冠军呢，而且啊，他这个纪录是在他罹患癌症之后才创下的，而且是2种癌哦。吼，伊迄癌性管度嘅影响，比到伊爱将买老去强用嘅查的，还玩到小强。不过小强同阿姆斯壮有什么关系呀？哦，呀，阿姆斯壮，strong，壮的意思啊。哦，哎，阿姆斯壮，strong，叫他小壮。呀，还茶呢，你干脆叫他大壮好了啦。壮，好了，好像也不太吉利吼。我老人讲啊，小强啊，大摆都对提向来，为了阿姆斯壮强用，姑嫂，我唔会加本嘅。哦，文变都这样矮啦，哎呦，我讲冇买东西，我妈咪会欠死呢。唔攀的。伯公啊，拜托唔讲哦，社会哦有一天有同百姓哦，都冇用同伊退休吼，这个以后当年都同这条线牵起来。好啦，我加本啦。亲哦，你老烂下文变哥。谁你啊？好啦，我要声音阿姆斯壮。嘿，小强啦。哎，你们用满手批啊？伯公啊，用一下哎哟。后运来的小强啊，不宜平安转来啊。妈是前讲，阿妹，我同小强打唔见配的啦。对啊，小强骂啥？关键声源。哦，嘿啦，小强迄文变哥的天马啦。你前下有查，做嘛文变个天马要装唔见嘿？我查快配啦，迄很爱迄10岁呢。我迄唔去长查，你做嘛要去文变个要查？唔听我去买东西，喊爱人夹转来啊！唔免挨出人讲按多摆啊，骗人的东西做唔得凊彩加内容，讲用唔会谈，见到用干啥？你猜讲，看用干啥？佮查几多钱的嘛？我要去甲负责咩？侬用负责讲，你还叫我谁啊？用负责？负责？看侬用负责？见看侬用干啥？去甲你上班吧！大快出来，讲用唔会谈。是。哈，扫地还本人头哦。咦，今日唔知啊，老到去买等一下就好。那你弟按用就唔见退嘞，我先去上班了哦。哦，好，先你掉哦。调个按钮啊，迄按钮无？
哎，哎呀，好用诶，文炳有当欠无啊？唉，人有咩调试嘅？哎，太甲拄迄落零沙咧，啊文炳哦，还欠几一家。大爸经过去迄条，就看到其体出几条柴的啦，啊，然后几条柴出安尼金哪哪的，其心底肚哦，唔着几艰苦的。小强弟啊文炳心底肚仅次于小乐，来看查某0.1公分。啊？你用要伫这样查0.1公分啊？形容啦，哦，阿大。嘿，我爱一零一三你，我走上风雨，让我思念。文炳，太多了，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请问你的车子平常都摆在哪里？哪里呀？在那里啦，平常都放那里。麻烦。你曾经骑出去过吗？一定有吧？文炳，你别激动，说不定镇上有人看过你骑，觊觎了很久。我只是想了解一下。那最近店里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物品？阿天，你要我讲几次啊？车子不是在我店里面不见的，是一起到外面去弄不见的啦。错啦，快俺没关俺，哎呀，都是你啦！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开玩笑了，讲重点好不好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很重视这个偷窃案。你没看到我在门口都挂了封锁线吗？你要我讲多少次？车子不是在我家不见的啦。你这样挂起来，我连家都回不去了。文炳小强不见了，已经很难过了。你要不要先搞清楚脚踏车长什么样子啊？阿兰小姐，你别急，我必须依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。你除了失去脚踏车，还失去了小强。他是你的家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有讲清楚啦。小强是他脚踏车的名字啦。哦，好，我们快一点。茵茵，你还记得脚踏车的颜色吗？好像是绿色，还有蓝色，是蓝白色啦。对对对，还有白色啊，白色。那车款呢？就脚踏车嘛，哎呦！你问我会不会比较快啊？我怕你情绪无法负荷。我没事，你问我多详细的问题，我都可以回答你。他跟了我4年了，所以是96年出产的。他出厂2年才到我这里来的。98年。是94年。我画好了，茵茵你看一下。这看起来，你画这什么鬼啦？我有照片。有照片为什么不早说？文炳，根据县府统计，
今年失去的脚踏车找回来的不到2成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俺某回啦，我不要跟我的小强分开，我干啥啦？我是说怎么办呐？我看你直接赔钱给文炳好了。卖钱给问题啦，感情啦。俺老小强唔知恐吓参加吉斗派给台湾杯的比赛，还有越野赛、公路赛，还有奥运会。奥运会？唔系啦，俺老奥运选手恐吓2世嘅美好回忆，冇睇嘞。文炳哥，白谢啦！你跟我讲，我要用全补偿你嘛。阿母，我出2批加赔回啦。是颁给2批哦。按哭哟。俺老小强的感情，冇解也事情哦，就算了。做对啦，我按干姑，吃饭啊，来拍母啦，哪里啊？一起来，哪去买巧克力吃，心情不太好啦。不会啦，我睇眼同田馬甲唔驗起嚟啦，咁而家賠錢本啊！不会啦，俺就讲冇爱咩，咱们俺会不爱钱哦，俺就晒掉。照理来说，你破坏案发现场，我是可以逮捕你。看你这么难过，这次就算了。是唔得啦，文炳除了天马，轻重一点都会小乐的呀。我看哦，我还是抱着愧疚过一生好了。哎呦，不是谁玩豆啦？哦，还是我们上网啊，找找看，搞不好那个贼已经把脚踏车抛上去卖了。巧好，我做乜冇想到，你来查看啊。盲音讲什么人大笨狗大呆啊？看来动静吼。好啦好啦，歹势啦，好。不过啊，我觉得没有人会那么笨，直接把偷来的脚踏车 po 上网，不被抓到才怪。实在一下吼，都同人面挑钱，同个天马挑走，一定是老贼。老贼？就是老经验的贼啊，冇会嘛改。不过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上网哦，找一台很像小强的中古车，然后再跟文炳说，这台吼很让人请到的啦，然后再给文炳，安尼后记得我们修好了嘞。安尼好冇？好好好，给我查看。好 ，Google 一下。大马改啊？小强啊。有人老强被我给踩啦！脚踏车不是小强，你还真的打小强那个字，好恶心的！可以的。脚踏车哦。对啦，脚踏车啦，脚踏车。看，要不有一台动枪的啦，不过迄放的呢。让一找拍卖网站嘞。哦，我亲狗累啦，像我看到啊，我想哦，我亲到中古车的机会，係見到見成的啦。啊！唔怕唔怕，我海底吼有一家个卖中古的、二手的拍卖网站。哦，好啊，请看那，请看那，好。啊，
哎呀，做呀啦，要东西哦，懂找哦，那个 LV 啊，GUCCI 啦，Dior 啦，嘛给做油啦。你在做乜嘅啊？这还二手包包的网站那有天嘛？东南讲啊，我以后之前就提下买过嘅嘛个香奈儿嘅高尔夫球具呢。那款，你这机车包是不是价钱标错啊？限量新品，才5000哦。对啊。要还没收下这人啊。你懂后啊？然后一概你买一概，如果他是够负责任的厂商的话，就会卖给我们；如果他们不卖，我们就去校区会告他。小乐，你干嘛？没啦，阿勇刚走的。跟我们会扭曲。如果他们不卖我们的话，至少还会有小礼物补偿给我们啊。又不会吃亏。我讲唔好意思，我就和老唔总钱买中古车房门表呢，还有喊钱去买名牌包嘿。对吼，嘿。不过我们在网站上也没有看到那台铁马。是修啦。上天帮你关了一扇门，就会再替你开另外一扇窗啊。你是这样对啦。哇！提拉米苏团购办奖啦！回来好省哎呦！那嘿咯，那边垃圾桶我那有。那系嘛？你家下跳哪就吃落去耶？我是这个垃圾分类，其实分类，爱分类，就爱在马家去找垃圾桶啊，无垃圾扬起来，你要不要拿？嘿啊，好点点落了做嘛？就根本日农夫有人来买面包，我想唔该都记的，就在这给你拿。有发票冇？冇啊。哎呦，我咩接人讲，我咪有发票嘅东西咩？系嘛？你做按三忙诶，搞管一下呀。银行迄有老同事听拿几张发票本啦。系啊，我按高中做嘛。你哋真係發票，good。芳姐，嗨，小姐，嗨。你有咩嘅發票啊？要咩嚟？對，讓我嘅，我接佢啦。阿燕爸，阿燕爸，唔通手機發票？係啊，人哋要做開發票嘛，做開本係哦。冇。你係幾種用嘅爛咯？用嘅除咗第一特獎啊。乜家出獎啊？你就喊啲啊？現在還叫我辦嘅發票，辦嘅出獎券呢發通啊！其實這樣要動咗錢咯，假釋翻咯，嗰還要去買高級音響啦、高級書表啊、高級嘅沙發啊，高級嘅乜嘅天咯，仲下仲要高級嘅。大用都按高級，按你要高級轎車冇？定必是高級轎車，唔過高級商場是。私行茶，上帝關了你一扇門，就會再替你開另一扇窗。
用要做嘞咯。用太家对出奖，就按有兴趣啊。我记有。阿姨啊，你先转啦，转去煮饭啦，哈。哦，好。到甜甜转去吃饭啦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再动手呢，要有饮料唔是好。咖啡。安子噻。哎，那用谁对不了？哦，还弟嘞，定点埋伏。我们刚好经过。哎，干杯呀！乖，没定点埋伏哎，那样时光刚好经过。宝宝，嘿嘿，小强，很多个，文炳啊，用的啦。大半年的时间，爱都会肯定俺小强，迄公演行行啊，爱家下又想到记咧。故说俺将来再过韩国，俺就跳下韩国的路啦。冇安用啦，冇听错啊，郭天然哦，小强就请到咧。有可能哦。哎呦，用的冇可能哦。阿强就同俺讲过啦，一下做啲钱转来去吃行茶哦，冇到量上啦。再个讲阿强记的破案率吼，都要下行去人啦。阿田长掉落啦，了位个人哦都按规矩啦，那样嘛该按呢做啲破啊。咱唔点用办，我就会对佢冇信心啦。唔听错，爱对佢有信心。用的讲。就是啊，我最近有看一本书，然后那书上面说的话呢，跟古代那个心想事成啊，其实很接近。我会懂。反正呢，他就是说这个宇宙有一个磁场，如果你脑子里面呢一直觉得说你找不到你的车子，那宇宙就会觉得说，哦，你不想找到小强，你就会真紧请唔到。那个意思嘿。我会相信阿田。当然啊。我会相信阿田。我会相信阿田。是阿田。哎呀，冇可能啊！台车吼嘛迄跑车级的呢，虽然吼同文炳甲台无相款，不过我查过了啊，也嘛迄比赛用的车，文炳应该会接手。系啊。唔管用的讲啊，出安尼的心意啦，迄真有出道啊，哎上啊，文炳拍拍接手啦。唔过，几早夜又按动音，台卡叫伊收发票，安样的手都袂动难呢。唔会啦，身体做出好诶，我听说啊，该天公吧，我把你生意打通啊。我看哦，奶奶爱从阿演吧啦，多收集一点发票，万开都抽奖券，提高奶奶的中奖率。是啊，今日啊，做得落去抽奖券，哪里八下摆下。阿妹，阿奶奶喺实地吼，奶奶做下都发财咧。哎呦，佢冇听错，真嘅冇发太财哦。真嘅哦。脱枪了，你看你脱了抹个穿，你看你看。咦，这太短了。你安怎炒？我都想个天麻咩。哎呀，个菜没有脱了。好嘛，白色啊，一发票很
爱嘛？你爱哦，还是挺多嘞，本年。什么你啊？什么你？安子生，走啦，带过来，安子生。调工娘啊，唔要上爱出太重哦。然后阿兰英语填书嘅，县政府提供了一台单车，然后阿文变嘅差唔多。记得从此看有几低毛。上的，他们有法度上草么改是草么改啊？不能这么说。我最近有看一本书啊，这书上面就说啊，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呢，你应该把这个讯息啊，散发给宇宙，然后你就会得到那样东西。有按键单，就按键单。不过头娘只甲宇宙讲啊，甭分一斗啊，首先你要先想象你已经拥有那样东西了，比如说阿文彪他想要一台车，那他就要先想象他骑着那台车去比赛的画面。阿奶奶做留佢體上嘅畫面做得嚟啊？從我嘅行數按到發票啊？你總是要先有付出才會有收穫嘛。所以我也要先去咪咪圈，將有發票打過年潮咯。唔該，咪咪圈啊。shopping。好啦，你愛上咪咪圈。哎呦，反正你會把發票拿出來嘛。咱咧講叫我戇嘅咧，前講嘢睇下強下來去。不好意思，半夜1点了，你应该睡了吧？废话，我穿的睡衣出来了。你的睡衣真特别。你要干嘛啦？我这里有几张照片，想进去指认一下，我可以进去做吗？随便。我要坐哪里？你想坐哪里？那里。那我坐哪里？还是那里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坐在一起？那我们不要坐在那里，我们一起坐在这里。无聊。坐。你看这台，很明显被喷过漆，原来的颜色好像是蓝色。那是淑女车哎。我知道是淑女车。我是要提醒你，你的车被偷之后，也有可能被喷漆。还有这台，它的前叉跟小强的一模一样。现在全世界的脚踏车前叉都长这样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脚踏车被偷之后都会被拆解，说不定这台的前叉就是从小强那里拆过来的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小强会被拆解。我还调查过，这台的轮框，这台的座椅，这台的把手。都跟小强一模一样。你翻这么快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分辨哪个是小强。我只是你冷静点。你才需要冷静呢！要不是你吵醒我，我刚才还梦到小强会来找我。小强，他是怎么回来的？他坐计程车回来的，这样你开心了吧？算了啦，反正小强他没有受伤，他也没有被拆解，他就站在那里，对着我微笑。请问是前叉在微笑，还是把手在微笑？文炳，你冷静点。文炳，我会再去找找，你等我的好消息。你赶快回去休息。晚安，祝你有个好梦。但是如果是坏梦，你也必须接受。我知道你，小强。
见到按钮。怎么会有讲唔要装疯呢？贵飞车的师傅会甲你弄懵咯，夫人敢若唔见开啊呢？我明白个黑到无？唔看，呀嘿！爸。呀嘿！无款呢！呀个披萨，得太。哎！来，两睇過見，萬緣然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見天馬。看到是你冇嘅風景，以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意，總會講你一笑大腳步。生本意，總會講你一笑大腳步，對面嘅生本意。